我的前女友叫刘佳，前女友叫刘佳，刘佳是我前女友，刘佳是我前女友，劉佳是我前女友。惠州買樓血淚警告啦！36人嚟緊係慘遭愛情殺豬盤啦！咁網友們好驚嘆啦，比羅志祥仲要離譜，揀錯人家，揀錯發展商，等於人財兩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各位街坊都識得㗎惠州廖老師講房產啦。咁今日我哋同大家傾下近排內地勁爆嘅新聞，就係惠州有一個女子嘅36名前男友團購一棟樓嘅事件係刷爆全網啦。我的前女友叫劉佳，前女友叫劉佳，劉佳是我前女友，劉佳是我前女友，劉佳是我前女友。以上呢啲男士嘅前女友竟然都叫劉佳，更加離奇嘅係呢啲男士仲都係同一棟樓嘅業主，佢哋都表示自己係前女友劉佳介紹過嚟買屋嘅。劉佳剛開始給我的印象是非常的，就是溫柔賢惠，以及就是說顧家特別懂事體貼那種。這般呢，他不會去選擇特別高檔的餐廳。如果一些高的消費，他會告訴你說我們沒必要這樣花。他像那種就是完美女友。阿瑤話呢位劉佳自稱係湖南人，30歲，喺深圳從事電商工作。舊年3月，佢同劉佳喺交友平台上認識，好快就確定咗戀愛關係。除咗阿瑤，至少有3位男士同時表示，舊年4、5月，劉佳與自己已經到談婚論嫁程度，而劉佳就一再強調佢係個傳統嘅人，要先買樓再見家長，先至可以同居。他承諾就是說與我就是一起還這個房貸，買這個房子，就是說立刻可以去見他父母。線下見了有3、4次那種一號流程啊，比如說就見家長、訂婚之類的，先要求有房，然後說他們的親戚或者朋友啊，或者朋友也在那邊買房定居了，就建議去那裡買房。為咗引誘購房，劉佳甚至願意出3萬蚊嘅定金作為首付，而購房手續辦好之後，立即就開始態度冰冷，各種理由說忙，不了了之了，然後都是這樣，然後要麼就微信就拉黑，電話也拉黑。咁呢個靚女叫咩名呢？叫劉某，化身為地產海王啦，用住愛情嘅套路收割咗深圳工星男啊！咁36名男士一致認為劉某係最佳女友，溫柔體貼，而且唔要求喺高房價嘅深圳買樓，而係選擇喺深圳半個鐘、香港40分鐘嘅惠州買樓，新暖暖啦！新暖暖之下嚟講就買到樓啦。咁36人嚟講係孭上住100萬嘅房貸啦，突然間發覺對方將佢拉黑咗，而且只剩低係空房。咁而家嘅新嚟講就係好冰冷啦。但係廖老師講句大實話啦，呢個鑊唔可以等俾人哋揸女噶嘛。揀錯人加揀錯發展商，等於人財兩空。買房踩坑，一半責任喺發展商，先係悲劇嘅根源啦。今日嚟講，10分鐘時間講透，逼坑開發商未 cut 啦，睇完即刻可以慳100萬喎。點擊訂閱，等廖老師繼續帶你去探更多啲料啦。第一個法則嚟講就係逼開劉某式銷售啦。記得3個特點啊。第一種嚟講就係零首期狂熱分子啦。張口閉口嚟講就係零首期補貼幾廿萬，實際樓盤嚟講偏到零即係外賣你都叫唔到㗎。臣妾做不到啊！咁真相就係零首期等於利息綁定咗你30年嘅房貸。咁發展商同銷售聯手係割韭菜嘛，不過都係有啲小部分靠譜啲發展商會做啲金融方案啦，咁提供到俾到消費者。咁如果係有中意啲盤，呢度可以揾廖老師幫你去探下啦。咁第二種嚟講就係畫餅界嘅奧斯卡得主啦，吹噓地鐵明鏈通啦，或者係商圈秒殺萬象城啦，結果嚟講規劃全部都係 PS5啦。咁破局嘅法則係咩呢？首先上政府嘅官網可以 check 呢啲規劃啊嘛。咁惠州14號地鐵延長線呢係假噶，咁新大城軌係真噶啦，真王牌嚟噶嘛。我哋唔止係賣樓嘅關係啦，我哋而係做你喺惠州最友好啲老朋友。咁而且無論你係上嚟惠州玩啦、旅遊啦、買房養老投資，WhatsApp 一電24小時覆你，咁同時都唔會話你叫你走寶或者係蝕本噶嘛。第二個法則係咩呢？就係揾啱呢啲發展商，我哋選擇房優先係選擇國企啦、央企，資金鏈穩陣，爛尾風險低。咁同時嚟講咧，我哋好警惕呢啲係咩？畫餅大師啦，所有啲承諾學區啦、地鐵必須係寫喺合同上面啦。
咁補貼條款嚟講都會有啲陷阱噶嘛，口頭承諾不寫入合同，最後補貼變成一種空氣，維權係冇門噶嘛。咁第三係咩呢？買樓一定要睇得到嘅配套啦，唔好去信規劃貪啲小便宜啦。承諾地鐵、商圈、學校全配套，實際規劃仲喺紙上面，交樓只剩低嗰啲荒地啦，同你嘅房貸。同埋同即係呢啲快銷盤嘅專業戶嚟講，同一棟樓瘋狂促銷呢啲價位，跳水比過山車仲要猛啊嘛！今日嚟講買1萬蚊，聽日可能隔離就8000蚊清倉嘛。咁第四步法則係咩呢？就係揀樓中級嘅公式啦，銷冠不外傳嘅選房大黃金法則啦，就係學識你就會秒變行家啦。可能我呢份工都俾你做啦。第一嚟講就係銷售新聞驗真身啦，問佢話地鐵學校幾時結起，有咩文件可以俾我睇呢？肯問合同啦，補貼係咪寫入條款入邊？反悔你賠幾多俾我呢？咁第二嚟憑要啱啦。首先我哋所啱係咩呢？生近啦，黃金區啦，第一近深圳。比如話惠陽嘅百人新城啦、大灣西區呢啲商圈生活便利啦，咁抗跌嘅風險嚟講比較強啲。城際巴士係直通羅湖同福田啦，咁單程嚟講單價係9.9蚊。咁升惠城軌呢啲新城生活嚟講係好冇壓力噶嘛。咁同時嚟咩咧？近地鐵啦。咁深圳嘅14號線惠州段咧，真係富腰啦，真係呃人噶啦。咁認可係咩咧？即係莞惠城軌已經係通車嘅站點啦。咁第咩咧？仲有一個係點啊？近商圈啦，仲海惠城江北 CBD 啦，東山湖商圈啦。咁出租率嚟講係差唔多係90%，但就秒殺咗嗰啲郊區啲分城啦。咁第三係咩咧？就係合同要對啊嘛。房坑嚟講就係生件套啦，攞筆銷售全程承諾錄音啦，賴賬你就直接等證據俾到佢啦。咁仲有就係補貼協議啦，學校、地鐵補貼全部寫入去啦，唔寫當場就走人啦。咁仲有律師陪同啊，就係廖老師呢邊可以提供啲律師俾到你5嚿水，請律師幫你審合同，避開呢啲終身貸啦、霸王貸款啦。最後最重磅係咩呢？就係廖老師簡單同你總結下啦。愛情係會長跑嘅，銷售係會消失嘅，但係房貸係永遠唔會死嘅。劉母可以呃36個人，係因為有人信甜言蜜語啦，勝過白紙黑字。冇被呢啲溫柔嘅銷售帶住節奏啦。買樓只睇地段、開發商、白紙黑字合同。惠州買樓口訣係咩呢？生近地段加央企本地龍頭加合同房坑加現樓優選，遠離三無盤啦，冇產業冇交通冇人流，遠郊區旅遊盤邊個買邊個黑仔啦。我哋唔止係賣樓嘅關係啦，而係做你嘅房產專職管家。咁無論係上嚟惠州玩啦、旅遊、買樓、養老、投資，仲係幾年之後想買樓出租，定係諮詢政策啦 ，WhatsApp 我哋24小時覆你。睇樓專車接送，從香港到惠州全程接送，加埋零食提供啦，仲專業過 Uber。咁終身嘅管家服務啦，細佬係想入惠州讀書啦，一條龍搞定啦。評論區講出你遇到啲套路銷售啦，免費送出2025年惠州防暴雷樓盤清單。關注廖老師防渣、防坑、防暴雷，每一周係有直播去揭密，如何係用3萬蚊首期撬動零新樓盤。香港客戶私信暗號人間清醒，獨享獨家折扣。我係廖老師，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獨享置業專注於大灣區樓市分析，有豐富的市場經驗，專業啲數據分析能力，同
同埋卓越嘅項目管理，給你一個最佳嘅購房建議。免費1對1私人資產配置服務，係留有專業司機團隊免費接送，購房贈送榮興置 VIP 客戶福利10大禮包。訂閱我哋 YouTube 頻道 Watch 微信私信我哋啦！大灣區更多好食好玩好房優惠同埋榮興等住你。